镜头继续刷来去花莲来关心，这几天透东北讲花莲出海口规个出现风飞沙，规空气品质嘛拢影响到。关政府若是加派泉水车来泉水，较袂营业。另外，采购12000外的喙罨送予民众，也有校校的老师甲学生要来顾大家健康。 挂喙罨上班上课，花莲的民众心内实在真烦恼，因为今若到10月，花莲出海口、甲溪仔、甲楼的所在，拢会有风飞沙，空气变歹，四界拢白茫茫，塞车的视线无好，嘛无法度大喙来喘气。就是呼吸会不顺畅，然后又会那个引发气喘，有时候眼睛会感染，就是会红红的。感冒到现在还在气喘。 县政府的人搬喙罨去新城乡、甲秀南乡的学校邻里本，互大人囡仔会当挂。这回拢总买12000外的，要用因来守护民众的健康。我们除了请厂商加强这个就作业地的一个水田梯田的一个水覆盖以外，另外对这个附近的村民街道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加强洒水、抑制扬尘的一个作业。另外，县政府嘛出动喷水车，针对有施工甲有在刷石的路，加强来处理。各讲入物溪疏通的工程结束了后，会学台东避南溪水边产工法，控制溪仔边的风飞沙，想办法让空气变好。记者综合报道。